伫咧中华有歌戏团举办见习营，互囡仔学唱歌戏，教因基本的骹步手路，到最后佫有上台扮因人生当中头一出的歌戏，参加的学员也拢讲真趣味。精彩的出场，当然唱歌戏嘛无问题。 伫舞台顶扮改编的歌戏、古册戏，用白风挂水，大家演员看起来拢真有班，但其实因拢是头摆扮歌戏。中华有歌戏团举办演习营，互囡仔人学歌戏的基本骹步手路，安怎练骹本，佮有花椒盐、北风调才会变调啊。基本上就是咱一定有拉三棒。 搁来就是左右云手，搁有一寡基本的，比如讲咱的唱仔有剑指啊、莲花指啊、观音指啊，搁有掌甲棍，这做基础物件拢一定会教。3天的演习营，最后互学员上台演出，验收成果，会当抹粉穿戏服，虽望囡仔人拢真欢喜，但是体验过嘛才了解，戏棚顶1天，戏棚骹3天的辛苦。穿这衫足热的，化这妆。 要食物件啉水就很困难，真好耍，后摆搁来。歌戏的台语的用词会甲咱平常时较无共款，所以爱搁较认真咧去练习去注意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歌戏伫台湾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。举办演习营，除了要互囡仔了解这项本土的剧种，透过上台表演，嘛会当培养因的自信心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